民众行伫咧花园内底赏花，有大仙人之称的德国花，即摆毋免走到外县市，伫咧台中大家就能看到五花十色的花蕊。以前捌看过这个物件，所以拢感觉足好奇的，对这个花吼。很好奇啦，这个很新奇啊呢。为着打造社区特点，大甲区民山里长为去年开始，就特别参考外地安怎种德国花，家己啉钱用3个外月时间才种出成果，嘛因为成效袂歹，今年搁一摆种德国花。蜀葵花其实一开始种，我也不晓得会开什么颜色的花，然后我所知道它会分成单瓣、多瓣、多重瓣。里长就希望透过免门票的推广，邀请更侪人来遮佚佗行踏。预计花期会当维持到5月中，欢迎爱看花的民众都爱把握机会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